大家平安，欢迎收听8月初6的迦南之声。我是优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拒绝不义的帮助。我们要来读撒母耳记下第4章1到12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章8节。黄宜柔家境富裕，然而在小学的时候，父亲经商失败，所以家中的经济就陷入困境。他的爸爸也疲于奔波，导致脑中风过世，只剩下了妈妈一肩扛起家计。在大学毕业后，黄宜柔进到银行担任内勤的工作，但进去才发现他的工作不是内勤，而是要做房贷行销的专员，每天要拿着厚厚的电话本，一家一家打电话询问，你要不要贷款啊？每个月都需要达到1500万的业绩哦。因为压力大，所以人员流动也非常的快速。那进入到这个业务的大染缸，其中有许多的灰色地带啊。有一次，他的主管希望黄宜柔为客户造假来报价单哦，造假的报价单，他内心就面临了大交战哦。也许这件事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信主的他，圣灵在他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动工，所以呢，使他明白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是不公义的事情哦。所以经过了一番的挣扎之后，他决定要拒绝主管的要求。黄宜柔他苦笑地说，主管并不满意，觉得我非常不配合，但上帝赐下源源不绝的供应，使他达成自己还有小组的业绩目标。所以经过长期的坚持跟努力，这位主管改变了对他的想法。尽管他不说谎，不游走在灰色的地带，还是可以有很好的业绩啊。也因这样这个主管也主动进入到教会。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遇到一个充满着背叛或者是行不义行为的故事。那利甲跟巴拿是扫罗王的儿子伊斯波瑟的两个军长。这两个本应该要忠于他的君王啊，但是他们却因为私欲和报复的心态背叛了扫罗家，所以他们谋划暗杀伊斯波瑟。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不义的诱惑，怎么样拒绝背叛，能够坚守正直还有公义。我们看到在押尼珥的时候，伊斯波瑟不但没有重振王权，反而惊惶害怕。虽然他的这个元帅将军押尼珥死了，以色列众人的人心也归向大卫，但是我们看到伊斯波瑟他并没有打算放弃他的王位。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几点的重点哦。第一个就是面对不义的诱惑，利甲和巴拿作为军长，他们拥有这个军权和地位，但是我们又看到因为自己的私欲还有这个不正确的心态，受到不义行为的诱惑。所以这两个人都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也就是扫罗家族同族的人呢。因此他们
至今仍然效忠扫罗的家族。但是当伊斯波瑟王朝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人讲西归挖大饼，所以趁着伊斯波瑟在睡午觉的时候，又那个看守门房的人打瞌睡，所以他们就刺透了伊斯波瑟的肚腹逃跑了。他们不但杀了伊斯波瑟，并且割下他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要去见大卫，想要邀功。他们背叛自己的君王，也放弃自己的忠诚，然后选择走上不义之路。这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面临各种不义的诱惑的时候，例如贪婪、嫉妒、报复，那我们应该警惕这些的诱惑，坚守我们的正直还有公义，避免被诱惑所左右。我们来看他背叛的后果，利甲和巴拿他们的背叛行为并未带他们来就是带来预期的利益。他们想可能因为这样可以赶快促成大卫能够登上全以色列的王位，所以他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功劳。相反的他们最终因为这个罪行不公义的行为，流这个义人的血，来受到严重的惩罚。他们两人将伊斯波瑟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哎呀，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这是他儿子伊斯波瑟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他们口中说的或许是对了，但是他们以为大卫会因此大大奖赏他们，结果完全估计错误。不公义的行为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悲惨这段经文警示我们，背叛和不公义的行为带来自己悲惨的后果，并造成对自己或是他人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大卫再次展现他对轻易流无辜人的血的看法。他告诉这两位军长，当年来报告杀了扫罗者的下场是把他们杀了，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那如今呢？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哇！代志大条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他们要面临死亡。所以于是大卫就吩咐人们将这两个卖主求荣的军长杀了，并且呢剁了，然后挂起来另外我们看大卫也礼遇了伊斯波瑟将他的首级葬在希伯伦押尼尔的坟墓里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因为大卫看重上主所喜悦的公义和正直，所以他不以自己的政治利益来为考量，来收编这两位军长，来助长他的势力。他知道权柄王位赐福是从上主来，所以他对卖主求荣的人痛恨有加，绝不会接受这两人以卑鄙手段来出卖主子性命的行径结果呢，我们看到大卫就吩咐手下把两人行刑示众，以儆效尤。大卫更将伊斯波瑟的首级安葬在押尼尔的坟墓里面，以示尊重。求主也帮助我们来以大卫作为榜样，成为一个行公义敬虔的人，而不会因为我们眼前的利而踏上了歧途。愿公义的主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公义敬虔的人，能够荣耀主的名。若你是做领袖的，你是否有以大卫的行为作为榜样，就要跟从你的人能够信服。千万不要只抱怨身旁没有人才人才可以供你差遣，而要更多的反省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公平公义、珍惜人才以及与同工彼此配搭的领袖。
若你是做一个跟随者，你又有否以这2个奸诈小人为鉴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成为利欲熏心的人。神的道路是正义的道路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不义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就是面对审判刑罚。神的道路是恩典之路，是正义的路，他要我们远离这些不义还有背叛，走在他的恩典之路，坚守公平正义。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得到的重要提醒，要拒绝这些不义的诱惑和背叛，也重视上主所喜爱的公义跟正直，因为不义的行为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神的道路是恩典之路。接着我们的祷告祈求，求神是给我们智慧跟力量，远离这些不义的诱惑，也能够守住公义和正直的心，成为在这个世上的光跟盐。我们也能够成为上帝国为上帝国带来荣耀，带来神的同在。我们来思想利甲跟巴拿将刺杀伊斯波设看作是上主的旨意，为要向大卫来讨功劳。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是否也会犯类似的错误，把自己有利的事美化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慈爱跟怜悯，使我们面对公义的你得以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被赦免了。感谢天父借着圣经的话语提醒我们，面对不公义、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坚守公义跟正直，可以拒绝参与不义的行为。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坚强的意志，不让诱惑或者是压力使我们动摇，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坚守我们自己的心灵，保持对真理正义的立场。求你赦免我们的过错，特别是在当我们在诱惑面前脆弱的时候，求你的恩典使我们站立得稳，也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拒绝参与不义的坚持，成为真正坚守神你公义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持守上帝的公义与正直的心，让上帝的赐福与你同在。我们明天再见哦。